做来做紧听，遐姊妹大家平安。伤大声，家己惊着。咱这是要来串联今早起要行的信息，请下到信息第561首。信息561首，舒缓智慧甲快乐。咱先做伙来读一个歌词，请诗请可以谈，我们一起来读歌词。因读的咯，预备来。舒缓智慧甲快乐，无论逐日有啥遭遇，暂缓克服惊吓忧愁。舒缓智慧甲快乐，第二集继续读来。啊？哦，什么？第1节。勇气吼，安尼我知啊，我阁摕唔到信息啊。修改的写快乐，什么？好，好吧，是他打错还是他打错？哦，那是他打错，请看信息。好，不管，好，来第20日太来请，舒缓智慧甲快乐，时刻静力。拥护情理，关心朋友，照顾厝边，舒缓智慧甲快乐。好的，好，所以即时发现一项代志，若是有摕信息的，就会唱信息的歌词；若是有可能唱到别个毋知倒位的歌词，安尼我嘛毋知要安怎好。来，第3集继续读。舒缓智慧甲快乐，治管所调时代情景，付出疼痛关心同情，舒缓智慧甲快乐。第4集，舒缓智慧甲快乐，逐项所行，无论大小，甲管同在，正管所做，舒缓智慧甲快乐。好，听讲上侪有可能唱过1遍吼，敢有定定唱？无，不要紧，这就是我厉害的所在。选信息，今日无练第1首，敢有人知影为虾米？顶礼拜唱过啊，然后讲顶礼拜唱迄条吼，是那个三民教会牧师贝如牧师选的。然后这礼拜第1首是我这半年这一张表排出来的时候就选到，所以刚好同一首，所以今天直接来练这首。好，所以咱做伙来唱看觅561首。1遍预备来。舒缓智慧甲快乐，关心朋友，照顾厝边，舒缓智慧甲快乐。我头拄有偷笑。敢知影为虾米？我讲第1集搁一届，搁看到第2集好。好，所以即个旋律较特别吼，中2句，敢咱平常惯习的迄长度无共对无？毋过嘛是一句安尼唱过，愈唱愈有迄个滋味吼。好，咱做伙来行第3集。第3集，预备来。舒缓智慧甲快乐，治管所调时代愿意，付出疼爱关心好，第3集咱需要注意一下，啥？付出、疼痛、关心加同情。好，所以这个换页可能要快一点，因为它换过去的时候就没有人唱了吼。我刚
刚刚偷看这个，发现我唱不了东京第三首歌是该预备来。曙光的回家回答，地瓜所当时代情意，无处找到关心动机。曙光的回家回答，这是才咱讲现讲信息392首。阿乐上帝万福本关这一首圣诗，圣诗谱里面有标是22拍，所以迄拍数吼，惊大家毋知唱到对，所以咱做伙来经一解。来。这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悟再去写礼拜。礼拜时间已到，请咱闭慢心，请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若飞向主登向耶和华，伊就怜悯咱；咱若呼求上帝，伊就听咱的声，因为伊的主爱永远无改变。即摆来吟圣诗第24首，我心懊恼，至关上帝。请起立。Oh
大家悠闲徛咧，来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统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院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加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堂的教会，圣堂的共通，会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马来启用伫启文第6篇圣诗的后壁。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伊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的指示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仔日搁调阮到你的圣殿，来领受你的恩典，来敬拜你的圣名。求你安静咱的心，收起一切的烦恼挂虑，互咱专心听你的话，互信心充满阮的生命。愿阮的诗歌祈祷，拢做芳芳的祭，交到你的宝座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即马咱来读圣经，伫罗马书9章第1节到18节。我做一个属基督的人，讲实话无白贼。我的良心受信心感动，甲我做证。我非常忧伤，心内痛苦无停。我为着担保我的骨肉至亲，本身若受咒诅，也甲基督隔开嘛甘愿。伊是以色列人，上帝拣选因做囝儿，赐伊严光、约、律法、礼仪甲应允。伊是族长的子孙，照血统。基督甲因共作，愿超越万米的上帝得到称赞到万世代，阿门。安尼毋是讲上帝的应允无实现，因为毋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是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无拢是应允的囝儿。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对伊10生才通算做你的子孙，安尼是讲血统的囝儿无一定是上帝的囝儿，只有对上帝的应允生的
才算是上帝的子孙。因为应允的话是安尼讲：时机到，我会过来，撒拉会生一个查甫囝。毋若安尼，利百加生的双生囝，嘛是对共一个人，就是咱的祖先以撒来反映。毋过为着要表示上帝确实根据家己的目的来竞选人，伊对利百加讲：大下会服侍小的。即句话是对伊还未出世，还未做好，也是做歹以前，上帝所讲的。安尼，上帝的拣选，毋是根据人的行为，是根据伊家己的选调。照圣经记载，雅各我介意，以扫我无介意。安尼，咱要讲啥物？上帝无公道心，绝对毋是。伊捌对摩西讲：我要怜悯我爱怜悯的人，我要体贴我爱体贴的人。所以，上帝的拣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也是努力，是出自伊的怜悯。圣经记载，上帝有对法老讲：我设立你做王，目的是要用你来显明我的权能，互我的名传到全世界。所以，上帝要怜悯啥物人，就互伊怜悯；要互啥物人生的，就互伊生的。赞美，咱请圣歌队。
正道请吴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我拄咧想讲，应该咱今仔日有可能因为即个荧幕顶头吼，大多应该是电脑咧更新，所以咱会当卖看卖看即个荧幕，然后用咱手中的周报后壁，就有今仔日的经文。我毋知咱有注意过袂？咱一直拢伫放伫，咱今仔日经文拢有放伫即内底吼。我本来了做迄个，因为大多应该是咧电脑咧更新啦吼。我本来想讲应该有当时也无看荧幕嘛好，嘛无得较爱看看吼。就是咱专心伫上帝话内底来思想，我感觉无得较毋好。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是这个世界，就是会安尼，时常有一寡变化。就亲像早起时我通常礼拜日早起时拢会重新搁看，然后重新搁改。总是改的时阵，就发现讲，我的电脑传送不出去心内底就会有一寡无好听的话就走出来求上帝赦免咱伫无共款的所在受到这的限制，是无毋对，咱就是受这世间侪侪代志的限制。总是上帝听甲怜悯，要帮助咱超越这的，所以邀请咱大家会当甲你附近边头前后壁的兄弟姊妹，大家讲真欢喜，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愿上帝听怜悯，甲你做伙。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就是一个有限软正的人，阮也真习惯阮身躯边的工具。总是求上帝帮助扶持，互阮无互这个世间的工具限制，直到阮忽略你的话。求上帝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受宗教改革家的影响，甚至直到19世纪末。就是差不多100几年前，神学家大部分个认为罗马书第9章到11章，甲罗马书这卷册的主题关系真少。当时的神学家，19世纪的神学家进前的神学家是认为讲，这只是保罗个人的关心，甚至阁有神学家想讲。这应该是保罗家己搁拉天起的。总是近代学者慢慢调整这种眼光，要讲罗马书第9章甲11章的内容。新约的学者 Wright， 伊就认为罗马书第9章到11章其实是保罗对弥赛亚的角度重新讲一摆以色列的历史。换一句话来讲，什么话叫做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上帝救赎的历史。保罗咧调整这种眼光，爱新的以色列人，就是咱这群上帝的子民调整这种眼光，爱看见一个事实。咱来知保罗伫罗马书第1章到第8章，咱通用两个词，咱也用上简单即摆讲的两个词来形容罗马书第1章到第8章。两个词，第一个词叫做因为信被称义。因为信，我会当因为信，毋是我会当安尼标准是互上帝称义。互上帝判无罪。第二个词叫做
伫基督内底，在基督里。伫基督内底，罗马书第7章到第8章，其实拄拄咧讲苦，迄个人的苦，人无法度，所以咱无法度瓦靠过去的人，瓦靠的是律法，总是现在咱只会当瓦靠圣神的贵力。伫基督内底，就是安尼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过去以色列人，上帝百姓身份表达因身份的方式，就是律法。总是伫耶稣基督了后，伫基督内底，圣神就取代律法，成做上帝百姓的记号。那安尼，有一个问题走出来，迄群唔相信基督的人咧，因要走去倒？这就是保罗透过第9章到11章，罗马书第9章到11章，要甲咱讲的。罗马书第9章第1节到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做一个属基督的人，讲实话，无白贼。我的良心受圣神感动，甲我做证，我非常忧伤，心内痛苦无停。保罗提起伊对伊的同胞，就是遐也未信的犹太人，因无得到福音的忧愁甲痛苦，用两个作证。第一个就是伫基督内底的我，迄原文是伫基督内底的我，以及我的良心。咱来知影，这两项其实伫罗马书一开始就有，但咱讲特别是第7章咧讲迄个良心的代志。伊讲这两个见证我的内心痛痛是真的。罗马书第9章第3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为着同胞，我的骨肉至亲。本身若着受咒诅，甲基督隔开嘛共愿。犹太的哲学家陶贝斯伊安尼讲，伊讲头前罗马书第8章的38节到39节，保罗才安尼激动讲。无论啥物，拢袂当互咱甲上帝听隔离。咱来知影，迄个毋是分开的吼，遮个拢是连做伙。啊，头前拄拄保罗打安尼讲尔，结果这个时阵，煞伊安尼讲，伊愿为着同胞甲主隔离。安尼读起来是毋是有前后矛盾？总是却是一个要紧的转折。保罗的挣扎甲痛苦，其实甲出来其实32章，摩西甘愿为着同胞，互家己的名对死命册来读去共款。换一句话来讲，迄是确实无毋对，迄拢是个人的祈祷。摩西当时也向上帝祈祷。保罗伫遮嘛向上帝祈祷，总是保罗伫遮搁较要讲的是，福音是关系到万百姓的，这其实是一个真要紧的宣告。路加福音书第2章第10节，迄个所在天使就吟唱啊，迄个所在天使就吟唱啊，福音是属于万百姓的。那安尼。换一句话来讲，福音就不只是个人的罪得到赦免，永远性命的毋茫尔。福音嘛，指向所有的族群，当然其中包括犹太人。然后刷落去，保罗是安尼描述啥物会伊所认捌的犹太人。罗马书第9章4节到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是以色列人，上帝拣选因做囝儿，使因荣光
律法、礼仪甲应允，因是族长的子孙，照血统，基督甲因共作，愿超越万米的上帝得到称赞，到万世代。阿门。所以保罗列出以色列人的7个特权啊，因生命中有7个特权呢。然后基督是上尾一个，毋是基督是第8个啦。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因上终极的特权，因为对血统来看，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近代神学家曾仕汉伊注意到保罗伫遮放入约，这个约原文是复数，换一句话来讲，会当翻译做假的约。所以，这拄拄好是新约正典进前来显出上帝早就予以色列人的恩惠。上帝竞选因做囝儿，这其实是出来记第4章22节。上帝爱摩西对法老讲，以色列就是伊所收养的迄个囝儿大囝。然后出来记4章29节到35节，是因有见证着上帝荣光的一群。这个约是指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摩西的约，有摩西赐予因律法，上时也伫旷野内底，上帝赏赐因有敬拜、献祭、礼仪甲应允。上尾保罗用阿拉上帝来做这段的结束。罗马书第9章第6节 A 段，这群人是遮尔过去的遮尔受竞选啊，太上帝应允无到伫因身躯顶头，这就是保罗的疑问。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毋是讲上帝应允无实现。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讲，伊讲看起来部分以色列人无接受基督，亲像上帝应允无实现。总是毋是，因为本来就有2种以色列人，一种是雅各血统顶头的后裔，另外一种是灵性顶头的后裔。罗马书第9章第6节尾段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为毋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是上帝的选民。保罗其实伫这张批的一开始，伊就讲起伊的立场。伊讲，真正的犹太人是啥物款的人啊？罗马书第2章28节尾到2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其实外表做犹太人的，毋是真正的犹太人；伫肉体所受外表的割礼，嘛毋是真正的割礼。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真正的割礼是心的割礼，是圣神的作为，毋是靠律法的条文。近代神学家指保罗到第9章的时阵，伊用以色列人来称呼，毋是用犹太人来称呼，是伊特别安排。因为犹太是当时的外邦人咧指某一个地方，也是族群的写法，也是称呼。总是以色列是啥物货？以色列是对上帝赐予雅各的名开始的，所以这甲这个进前信仰的前辈传统有关系。以色列嘛是有宗教的意涵。保罗透过安尼要对受批的罗马教会以及咱来讲，
以色列是一个甲上帝立约的身份，这个身份袂因为受掠去，或是你是属什么款的族群来无共。过去旧约的律法、敬拜、敬儿的名分、上帝的荣耀，搭伫基督内底，拢是上帝恩典的应允。这拢是上帝的应允，所以上帝的应允绝对无空空。保罗就伫遮举第一个咧，罗马书第9章第7节到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无拢是应允的子子。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对以撒生的才通算做你的子孙。安尼是讲，血统的子儿无一定是上帝的子儿，只有对上帝应允生的，才算是上帝的子孙。因为应允的话是安尼讲：时机到，我会过来，撒拉会生一个查甫囝。咱爱知影亚伯拉罕不止生以撒，咱知影伊阁有生啥物人嘛？伊阁有生以实玛利。事实上，照圣经的记载，创世纪25章第1节到第6节，伊阁有一个某叫做基托拉，为着亚伯拉罕生真侪囝子。那安尼是安怎？上帝会讲，因为对以撒生的，才要称作你的后代呢？这就说明所有甲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人，毋是所有甲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成做上帝应允的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咱的囝儿嘛，无的确是应允的囝哦。检采有人会安尼讲啊，这其他的人，其他亚伯拉罕带的，这拢毋是伊的某。所以保罗刷落去，延续这个故事解说，伊阁举另外一个咧，第二个咧，创世纪第9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若安尼。利百加的相生囝嘛是对共一个人，就是咱的祖先以撒来怀孕。咱爱知影头前，咱已经讲，上帝讲的哦，上帝讲的话讲，对以撒生的才会当称作你的后代，对无？啊，即摆以撒生的哦，以撒生的哦。雅各甲以扫是共一对父母所出的，因阁相生仔呢。罗马书第9章11节到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为着要表示上帝确实根据家己的目的来竞选人，伊对利百加讲：大个会服侍小个。这句话是伫因也未出世、也未最好、也是最歹以前，上帝所讲的。安尼。上帝竞选毋是根据人的行为，是根据伊家己的选调。安尼有够清楚无？保罗其实讲得真清楚。保罗讲，就亲像上帝，以撒生的哦，上帝啊嘛是共一个父母哦。上帝竞选雅各，以及后来上帝竞选咱。呼召咱成做基督徒，伊的子儿共款。上帝的竞选指出伫伊家己，甲血缘、血统、甲行为无关系。然后后来这句话有较大的争议。罗马书第9章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照圣经记载，雅各。我介意，以扫我无介意。原文是雅各我疼，总是以扫我怨恨。
原文是安尼。保罗其实伫遮是引用70士译本马拉基书的第1章第20到第3节，来补充说明头前伊所讲的迄个上帝的竞选甲伊的主权，伊的竞选甲伊的气杀，拢是上帝主权。总是这绝对毋是教会，就是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这个现代国家拍巴勒斯坦的圣经根据。所以咱就知影有人利用这，你讲以色列现代国家，以色列拍巴勒斯坦，这个叫做圣经根据。咱来知影创世纪甲保罗所讲的是历史上雅各甲以扫互相的关系，因是两个国家、两个族群的先祖。这毋是一个预言，就是永远的命运。总是经文来互有心的人、有心的人、现代的人来误用，是会造成族群的对立。甚至用上帝的名来害人，这就叫做时代悲剧。近代的学者佮对人讲，对创世纪原文来读，迄个大的爱服侍世，佮会当理解做将来。迄个毋是迄个长幼的秩序，是强的爱来服侍弱的。所以咱若用今仔日的处境来看，咱来知影是啥物人应该服侍啥物人，啥物人较强。迄个强的是服侍罪，也是欺压罪。罗马书第9章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咱要讲什么？上帝无公道是无？绝对毋是。原文是讲，咱会当讲上帝不义吗？保罗其实伫这条批的一开始，伊就安尼讲。罗马书第1章1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福音呈现的上帝的义，除了律法，我拄已经讲过啊，除了律法以外，事实上，阁有一个义真特别。罗马书第3章2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立耶稣做赎罪祭。通过伊的死，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有读到无？除了律法是上帝的义，这就是上帝人民的义。保罗是安尼讲，上帝伫基督内底竞选甲人民，呈现出来人民的义、主爱的义。咱绝对袂当讲伊是无公平的。克兰菲德是安尼讲，伊讲这段话所讲的，毋是上帝迄个绝对无受限制的自由，是上帝人民的自由。罗马书第9章的15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捌对摩西讲：我要人民我爱人民的人，我要体贴。我爱体贴的人，保罗伫遮其实是引用上帝对摩西所讲的话，对迄个出来记第33章19节的后壁，伊是毋望这罗马受迫的人明白，过去以色列背逆，咱来知这段话是安怎来的吼？这段话是。以色列人趁摩西无伫的，就偷偷拜金牛啊！
迄个来。所以上帝就对摩西安尼讲，上帝生气，所以伊是保罗引用是毋望受配的人明白过去以色列受上帝怜悯款待，毋是因走了着、做了着。上帝怜悯完全是伊的主权，打也是。罗马书第9章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上帝竞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也是努力，是出自伊的怜悯。原文是安尼讲，打看来毋是在伫意愿，嘛毋是在伫奔走，是在伫怜悯的上帝奔走。迄个原文的意思，对人的角度来讲，咱凭着家己的意愿，然后咱拍拼走，拍拼敬拜，去拄着上帝的责罚。这才是上帝的怜悯啊！咱会怀疑啊，我有拍拼啊，我有意愿要敬拜啊，是安那才会拄着上帝的责罚？这才是上帝的怜悯啊！克兰菲德是认为这个所在罗马书的所在，其实甲希伯来书12章的11节。伫文法上，其实有类似的所在，是对人的角度来看，应该咱爱安尼看。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逐摆受管教，袂感觉欢喜，反倒忧伤。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会结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所以保罗是咧对咱讲。这上帝怜悯有当时会亲像老爸甲老母，或是老师的责罚，当时互人修理，只会当感受到痛苦。总是咱若伫管教的内底记着这个教示，知影迄个管教责罚的背后是痛，咱就会亲像。过火的金啊，锻炼成做金，这就是上帝的怜悯。罗马书第9章17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圣经记载，上帝有对法老讲：“我设立你做王，目的是要用你来显明我的权能，互我的名传到全世界。”咱爱知影法老是伫圣经内底是啥物人？伊是迫害以色列人的人呢？伊是迫害残忍的王呢？保罗却安尼讲，所以这是重新改写历史，换一个调整个目镜的方式，帮助咱重新来看见。保罗讲，连法老伫历史中的角色拢是上帝拣的，所以这搁较会当说明保罗伫遮所讲的上尾迄句话。罗马书第9章1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吼。罗马书来做伙来读来。所以上帝要怜悯啥物人，就甲伊怜悯；要互啥物人心硬，就互伊心硬。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对人的怜悯，毋是怜悯，就是互人心硬。总是人对上帝的完全出对上帝的主权。加利文是安尼诠释这段经文，伊讲一切互叫受气杀的人，目睭无看的外在事物，拢是上帝受气的工具。就是人的目睭看无迄个，这样代志会互咱受上帝气杀啦。这是上帝受气的工具。
甚至伫人心内底有影响力的撒旦，嘛是上帝所差遣的。所以，当咱目睭若看无，心内底留撒旦的声，留迄个，其实撒旦的声通常拢真很诱人啦。撒旦的声会亲像哦，迄看起来真水呢，啊无搁偷你者好啦，然后拢这吼。1897年，高更这位现代真出名的画家，伊伫大溪地。迄年的3月，伊经历伊的查某囝死的痛苦。然后高更这位当代艺术家嘛，一直受到梅毒甲目睭病的折磨。迄时，搁散、搁破病的高更，伊想要自杀。伫这个进程，伊画了伊画出一幅图，这幅图是伊生命中画过上大幅的一幅图，即摆放伫波士顿的美术馆。上大幅的这幅图，然后这幅图后来也是伊生命中上出名的作品。这个作品叫做《咱对倒位来》，咱是啥物人？咱要向倒位去？欢迎咱若有机会当，即摆免去到波士顿吼，上网路就会当看到这幅图。我袂当秀出来啦吼，因为这有限制吼，所以我袂当互大家看。咱欢迎咱会当去看。这伫1897年迄年的12月完成，用大溪地伊所生活的所在做背景。照画家所讲，伊是直接画伫迄个焦佩佩的粗的布顶头，所以表面看起来真粗。这幅图高更后来写批互伊的朋友。来描述这幅图，伊讲这幅图其实伊是将伊困扰伊生命中的3个问题画出来。这3个问题就是这3个问题啦吼。然后咱要对倒位去，是用倒边的一个真奇怪的鸟仔做一个象征。这个真奇怪的鸟仔边仔搁坐一个。这要死的老妇人人，咱是啥物？高更是画当时伫大溪地当时人日常的生活，然后中有一个人伫遐挽迄个山影，所以有可能有人是安尼讲，检菜是象征人活地的时阵会欢喜，咱咧挽山影的时阵。真欢喜对吧？哈，咱对倒位来？照高更的描述，是伫这幅画内底的背景有一张树，这张树内底伊画2个人，迄个乌乌暗暗、样样要看无的2个人。伊讲这2个人其实是伫智慧树的边仔，顶头放知识所造成的痛苦的笔记，所以这叫做咱对倒位来。事实上，有人咧猜测高更的这3个题目，有可能是伫伊细汉伫法国的学校内底上课的题目。咱也知影，即摆法国高中生爱考哲学。咱知影，我毋知影，咱大家知无吼？高中生爱考哲学问题啦，哲学考试，高中生爱考的。换一句话来讲，因爱真细汉的时阵，都爱开始想人生要紧的问题。所以这3个问题其实是真大的问题。
人生要紧的问题。总是对基督徒来讲，这三个提问其实拢有共一个答案，就是上帝拣选甲怜悯。因为上帝拣选甲怜悯，咱对遐来；因为上帝拣选甲怜悯，咱有咱现在的生命甲生活；因为上帝拣选甲怜悯，咱知影咱要对倒位去。所以这叫做这三个提问，是对基督徒来讲，拢有共一个答案。上帝拣选毋是无这，就是迄个选择，是伊对怜悯甲稳定的坚持。伫伊的拣选内底，并无计算。我若拣选这个是毋是会对我较好？无，伊无计算。只有伊伫咱的时间内底施行的拯救甲创造，所以无任何一个族群甲阶级，也无人会当，逐人讲我家己有保证互上帝怜悯拣选的条件，无，总是嘛共款。无一个阶级甲族群会断绝伫上帝恩典以外，这就是伊的主权，这就是上帝的拣选。做伙来祈祷。主，阮相信你是拣选阮来跟对你脚步的人。主，求你。伫你的怜悯下面，阮当然为着遐个也未信你的人着急。总是主，阮知影，这也是你的拣选，也是你的怜悯。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真正知，阮只是真侪人中的一个尔。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知影，无凊彩去定罪，也知影阮爱时常活伫上帝恩典甲怜悯中。因为你知影，阮时常凭着家己的意愿，奔走无共款，缀无共款的神来哭行。主，求你怜悯阮的软弱。求上帝也带领，互阮真正伫你的路顶头，领受着上帝完全的恩典。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伫我心。即时来吟圣诗第561首，赐阮智慧甲气力，请起立。赐阮智慧甲气力。无论大日有啥，赐我智慧甲慧眼，赐我智慧甲慧眼，是个智慧我智慧，我是我的
会众请起立，所会来吟奉献的诗。只是愿靠你圣殿，咸汤白白受恩典。虽然不大嘅有钱，愿你甘那愿所献。咱三角来祈祷，至尊至圣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保守阮，日日平安。阮生活中无论顺境也逆境，主你的话拢诚做阮一大的帮赞。阮献上感谢，主日阮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前敬拜甲阿乐，这是阮逐人奉献淡薄的金钱，要做教会福音事工的运用。求主你亲自来运用。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会众请坐。即马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第一页下骹，我读一遍，会众读两遍。所以上帝的拣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也是努力，是出自伊的怜悯。罗马书10章16节，请。可见，所以上帝的拣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也是努力。是出自伊的怜悯，罗马书9章16节。所以，上帝的拣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也是努力，是出自伊的怜悯，罗马书9章16节。今仔咱来看周报报告，第一页下周服侍甲聚会，请家己来看。小组聚会嘛，请家己来看。奉献名下若有顶台，请咱伫办公室来更正。第三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中正候选人开票，伫中昼时12点半，伫七国仪式开票，请小会员出席。妇女团契伫中昼12点半伫80010练习。政府为着推动，来这项吼，咱来因为这个性骚扰防治法会定出来了后，有一个规定，就是咱若真侪人组织的时阵，伊爱报上，然后放送的时阵吼，咱大概1分钟尔。放送的时阵爱翕相，所以我等下会请雨桐或是志堂来。有啥物人会当伫对头前爱翕落来来看，大家有咧看这个影片。好，来帮我翕一下吼。就是大家有咧看这个影片啊吼，有预备好影片了吼。好，安尼咱就来看这个影片吼，来看这个影片。要把影片跟人都拍进去哦，哈。
好安尼，吼，好，多谢多谢啊，嘛真有意思啦吼，迄个影片真有意思吼，爱注意咱人甲人中间的距离吼，来，OK OK。消息报告，下主日8月31号，助理学毕业典礼伫第2场礼拜举行。名单：幼儿班林立卯、许承祥、黄米菲；国小生林静、叶雨桐、蓝敬祥；国中班张晨曦、黄义慧。妇女团体第1场礼拜献诗，请伫早起8点15穿红色上衣4楼礼拜堂集合，同时要进行新任会长的选举，请准时参加。大楼管理委员会伫9月6号拜六下晡3点，伫7空浴室召开，请委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9月份基督会教会设教140周年基督会伫9月6号拜六暗时7点伫6楼副堂举行，请乡姐同心祈祷。第二项，那我来补充吼，咱顶礼拜无看到的影片。即是我要邀请咱大家小可来看一下吼，就是照这个形式，咱的同工会去到毋忙啦吼，会去到小组或是这个团体内底来翕吼，咱就照这个形来翕吼，这个加出来大概嘛1分钟尔吼，咱来看一下吼，来。台湾教会多久了？4年多，如果就任赴任不行的话，有7个月了。你来台湾教会多久了18年。我来16年了。我来台湾教会40年呢，47年。你最喜欢台湾教会什么？你最喜欢台湾教会什么？我最喜欢唱诗歌。我上爱我们教会小组聚会时这种氛围来关怀，大概温暖的刚刚敬拜。崇拜还有儿童主日学。祝桃园教会生日快乐！安尼吼，这是咱140周年要收集的影片，所以嘛有限多队的时间啦吼，会排出来，请同工来翕。所以咱来准备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来桃园教会多久了？好，第二个问题叫做，我觉得桃园教会，你最喜欢桃园教会什么哈？你上届桃园教会什么？上时阁有第2个邀请，就是邀请咱大家伫家己的厝内底，咱的成员，咱家庭内底来食饭的时阵吼，有咧团圆的时阵，要请咱家己用手机翕，听有意思无？所以家己用迄个直视的迄个手机来翕影片，然后传转来互咱的干事。迄个因为有的人可能咱的家庭内底的成员，有的可能住无真近，所以因嘛有可能无伫咱的教会活动，总是。所以第一个是请因家己介绍家己的名啦。好，第一个问题是安尼，第二个问题是若讲到桃园教会，你会想到啥？提到桃园教会，你会想到什么？安尼就好，好，回答这2个问题了。做伙讲祝桃园教会生日快乐。咱收一只影片是要做咱桃园教会140周年的特刊哦，所以要邀请咱大家每一个家庭嘛来翕。安尼有够清楚无？有够清楚啦吼。就对这个时阵开始，要请咱来伫家庭内底，也是随上每一个堂客甲小组，阮会排时间，阮会请同工排时间去。总是家庭就无啦吼，所以家庭咱爱家己翕，然后这个收集会收集到明年的过年，所以咱明年会将这影片，总是咱若有翕了寄来，
迄礼拜咱就会毋忙啦吼，咱迄礼拜咱就会播出啦，吼，咱会播出啊，什么意思？哦，好，嘛会当迄个不要卖，伊若感觉讲无想要互人看到啦吼，伊会当伫迄个镜头的外口，吼，伊会当伫镜头，吼，好，大家安尼，尊重咱大家嘿，安怎？什么？是不用，不一定要会有，不一定要会有，我们家庭的成员跟我们有关的人都可以，这样可以吗？安尼会使吼，有够清楚吼，好，这是140周年其中的一个小小活动，吼，啊，毋忙，咱若感觉讲会使，咱就来进行。具体消息，本会贾真长老伊伫昨日8月23号举行告别礼拜，请为着遗族关心代祷。丽梅姐甲中分吼，有伫咱中间，咱嘛请因徛起来吼，莫拍扑啊，就是大家多谢吼，咱昨有顺利来完成这个别性吼。伫9月11号，阮会去到芦竹生命园区来树葬，请坐。来。本会葬仪领弟兄的长母彭瑞莹姐妹的妈妈于8月19号安息主怀，要伫8月27号礼拜三8点，伫苗栗福禄寿生命园区景德厅举行告别式，请为遗族关心代祷。好，上尾我来补充报告这个汤教会140周年的系列活动啊吼。咱140周年的系列活动至少有5个活动，放一个表伫这个所在，伫周报内底。所以假使咱若会使，咱会当第一个就是我已经讲过啊吼。第二个是10月1号的暗时拜三的暗时7点半到9点半，伫桃园展演中心，咱有要邀请福尔摩沙合唱团来到咱中间演出，这是一个马街来桃设教14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第三个活动是10月19号，咱的东云老师甲纯洁老师会伫福音之声来举办，毋是伫福音之声，是咱的教会举办一场叫做福音之声音乐会。咱的教会吼，礼拜日的暗时10月19，礼拜日的暗时，不是暗时，歹势，1点，下午1点吼，1点要伫咱教会。是想讲吼，咱若食便当了，就会当来听音乐会的意思啦，吼，莫搁转去啊，吼，莫搁转去啊，所以就是欢迎咱大家来到10月19号，咱的教会会举办福音之声的音乐会，这是咱庆祝140周年的音乐会。然后11月2号，咱要举办设教140周年的感恩礼拜。迄天咱的2场礼拜合做一场，所以是9点半开始，就伫这个所在，就伫这个所在。详时伫11月8号拜六的10点到下晡2点，咱会举办一场叫做福音倒球联谊赛，所以要欢迎咱大家来报名啦，联谊赛就是联谊赛，咱也欢迎大家会晓拍倒球的，袂晓拍的拢来，所以欢迎大家做伙来关心咱汤教会140周年的这个系列活动，愿上帝祝福。即马来上映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温源》，他起立。阿罗上帝万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较济，请听圣歌队的祝歌。只是电话灭倒，结束的时阵，请会众行平安礼。